根据环境部的资料，这噪音已经连续5档是排民众陈情案的头名。有民间团体表示讲，这噪音呢是会造成失智、袂生，甚至是心理健康的问题。也毋过，咱的政府已经10多档拢无增加这监测的设备，也有修订标准，所以呼吁政府爱重视噪音的问题。平常时啊，行伫街仔路，耳旁边不时拢会传来汽车的引领声和喇叭声，有时甚至有工地起出的噪音。有研究显示，这个噪音有可能影响到健康。为着抓噪音，政府有伫一寡所在推出噪音翕相机，超过标准会开罚单。也毋过民间团体表示，环境部已经10多年无正式交通的噪音监测站，自民国85年制定的环境音量标准嘛，拢无修订。噪音虽然是透过耳腔，但是也透过耳腔。影响咱的大脑，也造成咱的身心疾病。咱的身体、脑心肺啦、脑部啦、心脏啦、肺部啦，迄种会糖尿病、失智、忧郁、自杀、睡眠障碍。民间团体进一步指出，噪音除了造成身心健康的问题，嘛有可能影响台湾的生产力。根据研究表示，噪音唔但造成医疗人员的肾豆豆，影响医疗的品质，甚至有可能提高女性袂生的风险。包括我们。那个怀孕的时候，一些并发症，像高血压啦、妊娠毒血症啦、胎儿生长迟缓啦、早产，这些都早就被证实是有关系的。那我们也很早就知道，胎儿其实在20周以前，他的发育其实就有听觉。针对噪音影响健康的问题，医学团体和民间团体共同呼吁，希望政府会使将噪音监测的时间调整做24小时，可以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指引，修订目前的噪音标准，让民众莫去生活在噪音污染的环境。记者桂宗林、贾桂林台北报道。